最近食买个活动真济，袂少人拢会啉一杯。不过，过当天酒要袂退，千万唔通驶车、骑车出门。高雄有一个民众食酒过18点钟后，骑车载因太太出门，叫出达超标，向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。因太太上无，卖罚款6000块。 警方对民众做酒测发现超标，高雄警方10时下晡伫前进区一个路口，看到一对翁仔某相载，拐弯的时阵无拍方向灯，将因炸落来，却意外发现骑车的先生身躯有酒气。饮用约3瓶啤酒至晚间9时，时至下午才外出用餐。至于为何饮酒后已逾18小时酒测值仍超标，妻子代女在旁解释，丈夫健康状况不佳。 一测数据超标，毋拿先施防以公共危险罪以上，太太无款倒，毋通酒驾，嘛以道交条例连坐罚6000块以上的罚单。但醉过暝酒驾毋拿一件，凤山15共款有民众醉过暝煞开车上路，颠倒向冲入单行道。经警方施以酒精浓度测试，酒测值达0.50，吴姓男子时向警方坦诚，系前一晚喝酒。 而酒气未消退，前一暗有啉酒，煞认为困一暝醒来就无代志，民众同款防以公共危险罪以上，医师提醒酒精代谢时间要看啉的量甲浓度。一般人体那个代谢酒精的速度大概是每个小时8到10公克的酒精，那一瓶600cc 啤酒大概是21公克的酒精。特别过年啊，民众参加买价难免爱啉酒，酒驾案件嘛因为安尼增加。 医师表示，医学上并无证实有任何的食物会使加速酒精代谢，但会使靠困了充足甲计算代谢的时间。警方嘛提醒，千万唔通酒驾，保障家己甲别人的性命安全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